台南市有一个民众伫过年的时阵买一包有白煮的豆干，所发现讲内底有鸟鼠啊打气的尸体，是真恐怖。台南市卫生局是表示讲，因为这包豆干是台中的工厂生产的，所以把案件转去台中市卫生局来处理。小面顶头会当清楚看到鸟鼠规只的头、目睭，还有毛。不过，这只鸟鼠干却是伫咧大品牌的豆干内面互发现到，消费者是惊到半小时。这谁看到谁都怕。同一批次的价了，咱有可能巴肚会痛，所以咱希望讲厂商吼，关于同一批次吼，要先下架。当事人透过议员表示，今年过年期间伫台南买一包真出名的豆干来食，想袂到食到一半就看到这鸟鼠仔干，当场是惊甲吐出来，也随向议员陈情，向台南市卫生局通报。台南市政府卫生局于上周六下午接获民众反映购买的零食豆干产品包装内疑似有老鼠的尸体，随即进行调查，经查产品制造商位于台中市。依源头管理原则，今日将移请台中市卫生局进行处办。所以因为这道观光场伫台中到一个进前，台中市卫生局还佫伫咧稽查，无对外说明。不过机关强调这是重大食安问题，要求相关单位随爱进行追查，侦查到底有偌济类似这款的物件流到市面上，也要求同一批豆干食品爱随落价，确保消费者的食品安全。记者综合报道。